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2节。路加福音第2章41节，耶稣的爸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搬假节。耶稣12岁的时，因嘛照惯例上去做期煞。因出发要转去，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，伊的爸母拢毋知，想做伊是伫做伙行迄群人的中间。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，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人的中间伫找。因找无，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。3日后，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，也伫听，也伫问。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，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，感觉着惊奇怪。伊的爸母看到伊，非常着惊。伊的老母对伊讲：“囝，你哪通安尼对待阮？你看，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，一直在找你。”耶稣因讲：“你哪着找我？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？”不过，因未了解伊对因讲的话。后来，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，事事顺坦因。伊的老母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，上帝甲人嘛哪听伊。默想，今仔日的经节来到路加福音第2章的最后一个部分，记载耶稣少年时聪明好学，知影家己未来的道路。第49节所讲，我一定得伫我的爸的厝，以及顺服爸母的模样。陪伴耶稣大汉的玛利亚，无论伫面对生耶稣的时，牧者报消息讲耶稣是救主，也是西面牛言玛利亚会面对那心互刺插的忧伤，以及圣殿甲12岁耶稣找回来的时，玛利亚的反应拢是甲一切所发生的事藏伫心内，不时地想。虽然玛利亚无法度随了解，也是料想到特别发生的事，毋过伊知影这一切有上帝的计划，所以伊选择甲预言甲这个代志藏伫心内，不时地想，佮伫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顺服上帝的带领，互上帝的话一个一个应验。总是就一个查某人，佮是老母的角度来看，玛利亚未结婚就怀孕，佮亲目看家己囡仔互钉死伫十字架，这减无哪亲像在啉苦杯。毋过，玛利亚要求是学了讲，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用圣神引带阮，互阮来思想你的大疼痛，接受你对阮的生命所定的计划。亲爱的救主，当阮无明白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的时，求你帮助阮学玛利亚的模样，追求上帝甲伊的智慧，佮通像玛利亚安尼愿意顺服上帝伫阮生命中的带领，互咱看见上帝对阮的慈爱恩带，佮伫心内不时地想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